正所謂一日不見，如隔三秋。前幾日呢架 FD2到店之後，我哋密鑼緊鼓咁安排翻新嘅施工。嗱，你哋睇，師傅喺度拆緊佢啦。師傅啲手勢幾純熟，一睇就知道係多年經驗嘅老師傅啦。經過師傅嘅辛勤勞動，外觀附件已經拆到七七八八啦。喺拆嘅過程中，師傅仲發現空調低壓管有磨損情況，初步判斷係撐桿同管之間發生摩擦導致。另外，後圍板內部左下方有鏽蝕，師傅話要切大約5厘米乘5厘米面積大小，然後再重新燒焊處理。想知道台